2025年11月26日，大埔雲福苑發生咗5級大火，火勢猛烈，濃煙席捲半空。消防接報之後，迅速派員到場灌救，多名居民被困，傷者陸續送院搶救。一名消防員喺現場受傷昏迷，送院不治，因公殉職。當晚火勢不斷蔓延，火光熊熊並冒出大量濃煙。消防員通宵灌救，仍然未能將火勢完全控制。跟住落嚟之後呢，我哋就會全力去繼續我哋嘅救援行動。大火引起居民對維修防火安全隱患嘅擔心。擔心㗎，肯定擔心咁，睇燒成咁。11月27號，火勢仍然未停止，社區各界開始行動，市民自發捐贈食水、衣物同埋日常用品送往現場。大埔雲福苑嘅火勢喺今晚已經大部分都熄滅咗㗎啦。咁我哋而家現場見到啦，大部分嘅圍網都係已經被燒爛晒嘅。入夜之後，火勢開始被控制，但係有部分單位再度起火。唔該晒，唔該晒。我係非常感謝所有參與我哋今次救援工作嘅人士，所有官員，當然消防處嘅同事呢係不眠不休，全力以赴，大家都睇到嘅。我同處長亦都係不斷去有接觸同埋溝通，亦都係好明確表示可以動用所有資源呢，係俾我哋消防處嘅工作，配合佢哋盡快完成嘅任務嘅。11月28號，廣福村平台設立臨時物資站，災民嘅親友疲於奔命。佢哋走趯，佢哋心靈上同埋個身體上點支撐到啊？居民同義工齊心合力，為幸存嘅家屬同埋災民提供援助。嚟到第3日啦，仍然有唔少失蹤人士未揾返。咁喺社區會堂呢個位置呢，陸續都有親友家屬啦嚟到影相。社區中心內掛起多張照片，俾家屬辨認遺體。每一個家屬都焦急悲痛。首先呢，我哋要再一次代表特區政府向每一位死者嘅家屬表示深切嘅慰問。
消防喺入夜之後繼續深入在場，展開搜索。災難過後，全港市民持續前往現場外圍獻花，表示對死者嘅哀悼。整個大埔充滿住悲傷嘅氣息。有宗教組織喺現場為死難者進行路祭，家屬陸續到場，有家屬呼喊逝者嘅名字，但係死者已矣，無論點樣呼喊都冇辦法再返嚟。